於是咧佢就攞咗啲老鼠喺個實驗室裏邊咧做個實驗。每日朝頭早9點鐘至到5點鐘咧，就呢個實驗室呢個女仔咧就攞住條老鼠尾揈下揈下，然後劈落去。咁啊啲老鼠由朝頭早9點至到5點鐘咁樣俾人糟質咧，都好慘。咁啊經過咗1個月之後咧，所有老鼠都發覺係患咗胃潰瘍。咁呢個教授話唔得，我要再試下，第2次再去重複呢個實驗。咁呢個女仔咧亦都係朝頭早9點鐘就掹住嗰條老鼠尾揈下揈下，咁啊揈到5點鐘。咁1個月之後咧，再去檢查啲老鼠，奇怪喎，所有老鼠冇事喎，一隻都冇胃潰瘍喎。呢個教授覺得奇怪啦，點解會係咁樣咧？佢就想查下原因，就追問下呢個女仔，終於去揾到個原因。然後呢個女仔咧，個好好心地嘅女仔，由朝頭早9點鐘至到5點鐘糟質啲老鼠，佢心裏邊就好唔開心。佢放咗工之後咧，就靜靜地咧，自己走翻去實驗室，着隻老鼠抱住佢，然後咧摸下佢，就話對唔住啊老鼠，我因為做工嘅緣故打工，所以我就要糟質你。嗱，我而家呵翻你啦。佢完咗之後，次日日都係咁樣去呵翻，着隻老鼠呵翻，結果1個月之後冇隻老鼠咧係有胃潰瘍。呢個教授真係悟到個真理。鍾意喺外邊係風風雨雨，有好多壓力。如果有人支援，有人安慰，就完全唔同。就好似所羅門王所講，3股合成嘅繩子不容易折斷。但喺今日香港地方裏邊，有幾多人可以揾到呢個支援系統？有幾多人真係可以能夠有人可以同佢分擔佢嘅痛苦，佢嘅憂傷？有幾多人能夠可以真係能夠明白呢？而家喺美國呢一個嘅 Kansas University 有一個好出名嘅研究叫 Nun Study， 佢係研究一啲嘅修女，其中咧有一個叫 Sister Mary 一個嘅修女，佢90幾歲就死亡，死咗之後咧，醫生就開佢嘅腦嚟睇一睇，就發覺佢已經患上後期嘅老人痴呆症，但係咧，當佢同 Sister Mary 一班嘅朋友同佢同住嘅修女講嘅時候咧，就發覺 Sister Mary 咧喺生前咧一啲老人痴呆症嘅跡象都冇，佢哋就覺得好奇怪，所以就做咗呢個 study。原來就算 Sister Mary 咧，佢個生理上喺個腦裏邊已經測驗到咧個老人痴呆症係到好後期，但係佢有一個好嘅支援系統，有一個使命感。佢有人可以同佢同分擔、同享受。原來咧，個老人痴呆症咧個徵象都唔會發出嚟。其實人係好需要有支援，但係好可惜，今日太多孤寂嘅人士，太多一係一啲嘅受害者啦，一係一啲嘅競爭者啦，一啲係成功人士啦。甚至喊都唔敢對住人喊，笑都唔敢對住人笑，心裏邊嘅真心話冇人能夠講出嚟。點解咁多人去玩 ICQ？ 孤單個頭，想有人明白體諒，但有好多時候揾錯咗對象，以致成為大錯。教會係基督嘅身體，應該係一個支援系統。我哋睇唔睇到喺我哋嘅教會裏邊，真係能夠真正有個團契嘅生活，真正能夠分擔分享。但好可惜，甚至喺教會裏邊都有唔少嘅人孤孤單單嘅去到教會，又孤孤單單嘅離開。好多時候我都問啲弟兄姊妹：你嚟咗禮拜堂成個鐘頭，有幾多人講多過10句說話？有好多人舉手。孤孤單單嘅嚟，孤孤單單嘅離開，係好唔健康、好唔正常嘅一個現象。以上帝祝福我哋，喺我哋嘅生命裏面都有一個支援系統，3股合成嘅繩子不容易折斷。求主幫助我哋，再見。